瑪係的確係受咗好多嘅苦，不過佢仍然係一個有尊嚴嘅人，佢仍然去反抗，佢嘅說話有理有節，反映咗佢嘅道德，或者係反映咗佢對律法嘅清清楚楚。即或面對住一啲壓倒性嘅力量嘅時候，佢仍然唔畏懼，佢仍然堅持自己所認定嘅信念。兩個他瑪嘅敘事話俾我哋聽，縱然處身喺一個不利嘅環境，可能係面對住制度上嘅暴力，又或者好真實嘅性暴力，肇事者可能嘅責任冇俾人追究。喺呢個敘事入邊，初初係大衛知道呢件事之後，你知唔知係點啊？純粹只係嬲，跟住就冇作為啦。當佢哋面對住咁樣嘅處境嘅時候，佢哋仍然係用佢哋嘅方法去應對身邊嘅暴力。我諗他瑪嘅經歷激勵我哋有4個嘅方向。第一，我諗就係要勇敢咁去行動。